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7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先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国内伫今仔日增加57个本土病例，伫咧台北市有29个是上届侪病例的所在，搁再增加15个人染病死亡。台北市的传染市场昨是甲全部人做 PCR 采检，结果有41个人验出阳性。台北市政府也需要求市场要休困3天。中华交友大楼发生大火，逼出服役旅馆业者用广播要求房客要爱待伫房间内，最后致使4人死亡。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57个本土病例，也有15个人死亡。另外，伫台北市的传染市场逼出41个人确诊，市场暂时爱休困3天进行大消毒。若总有去过相关人员，千万唔通拍走，等待政府来甲你通知。咱赶紧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最新的水平。今天的确定的病例那本土的病例57例，那境外移入1例，死亡的个案15例。就是说，今天我们就马上要设立华南市场的筛检站，等于是一个扩大筛检的站。然后我们等一下就要发布一个这个警讯。这里我们也知道说，在华南市场也停业3天嘛那在停业3天，特别也要拜托在华南市场的相关的活动的人员暂勿移动。有关简讯的部分目前我们这个还在调资料当中预计晚上8点才可以有办法发，所以多少人部分还在计算当中。其实病毒不分这个了，相关的都要一起把它找出来，不分身份别，确实要特别在呼吁不要分你我，因为病毒没有在分这个了。台北市的传染市场昨有甲全部的人做 PCR 采检，结果有41个人出现阳性。台北市政府的市场处需要求市场就要休困3天进行大消毒。市长郭文德认为讲，这是进前放假疫情还未完全结束，会继续来做社区的体检。这件事件也引起中央政府的注意，行政院长苏贞昌需要求指挥官陈时中就要去到现场了解。北下兵进驻昆南市场进行大消毒，因为初一全面做 PCR 体检，有41个人验出阳性。台北市府的市场处伫半暝2点半紧急通知驻地会，要求市场休困3天来消毒。不过消息是上临时，互大家袂负反应。就是一团乱，那时候4点多，后来就改成7点半，整个清空。好像瘟神降临降下来，每个人都鸡飞狗跳。要卖菜丝含肉，拢传好势煞临时讲袂当开市，互大家是真不满。副市长黄珊珊透早7点半也来到昆南市场了解状况。这次我们也很高兴，因为透过这样的筛检，能够找出可能的感染源，原来还有这么多。这种处理方式，你知道是按照我们的既定计划在处理。那今天就是说，我们已经关门了，你知道吗？把最后那个已经挡住，因为这14000名的疫苗打了嘛因为怕它会传染到隔壁社区嘛，所以我们到时候就一个里一个里这样做普筛，再把它筛一遍。根据市府的统计，昆南市场体检买2800人，有41位阳性；滨江市场体检2658人，阳性的有4个；也那万代市场和万代国小一共有7个 PCR 阳性。北龙表示，已经针对确诊的业者，防因的单来消毒。万华的场域里面是有5位阳性的，有4位是业者进行了摊位的封摊，那卫生单位也在进行疫调，那我们也会进行消毒。那另外1位是我们的同仁。北龙发生群组感染的事件，台北市替大注疫苗，也进行2届大规模的采检，想未到就出现昆南市场的群组感染，也引起行政院长苏贞昌的重视，要求指挥官陈时中到昆南市场掌握相关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的昆南市场，搁再逼出41个本土病例，市场也随关起来3天进行大消毒。市长郭文德和指挥官陈时中拢来到昆南市场，视察真正指挥所的防疫状况。第一个，我们要在环南市场里面，在市场里面设立筛检站。那今天下午就要开始立即开始准备来完成。要在市场内来设立，方便大家能够及时的来采检。然后我们今天下午就会发布疫情的警示简讯。因为相对都有做10连制。所以在这里面在一段时间里面有经过的，我们希望配合收到简讯之后，
有症状的要跟卫生单位联络，或者尽速去采检。显然，这个感染现在是从万华的社区进入我们这些批发市场，所以我们在制定计划的时候，第一次是做快筛，因为当时要求快啊，先做过一遍，然后再我们就是大规模的打疫苗。事实上，到昨天你知道哦，我们整个台北市批发市场有关的哦，不止环南市场，还有我们隔壁的果菜市场，甚至我们后来把渔产、畜产这些全部都一次哦，因为想说性质相近的，所以到昨天已经打了14000个。台北的昆南市场逼出病例，地方政府也出手来协助。行政院长苏贞昌要求陈市长爱到现场去了解，也请经济部长王美花、医福会执行长王必胜等人，来甲地方政府合作，甲台检疫情调查、疫情规划做好势。另外，邀请农委会主委陈吉中爱协助全国的农产品运销。讲到进前伫中华的交友大楼发生火灾，造成3个当日隔离的酒店旅客，甲1位消防人员来往生。这旅客当中有1位是印尼移工，经过检也验出阳性啊。另外1位旅客在生进前有用手机翕影片，讲家己当日隔离袂当走出去，落尾却是消失伫房间内面。其他旅客表示讲，旅馆有广播叫因爱伫咧房间内面等人来救，那做因为这款错误的规定害死人命，无排除要要求国家赔偿。伫中华交友大楼检疫旅馆咧隔离的陈先生，伫不幸罹难进前，这是伊录的最后一段影片，记录火灾发生的情形。迄当阵世界全淹，不过因为伊是居家检疫者，迄当阵唔知影敢会当走出去。我也不知道能跑还是不能跑，怕跑出去又要叫我们罚钱了。陈先生是一个传教士，6月27日来台湾了后做居家检疫，不过却拄到这个火灾。因也另外一个李先生，伊去外国出张了后，回国做隔离，佫1礼拜就会当解除隔离。不过嘛，因为唔敢走出去，录一段遗言给因亲人，家在尾手受风救出来。哇，眼睛快睁不开了！哎，我死掉了，你那边好好顾好啊！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是人命优先呢，还是叫他们回到房间去？中华检方表示，4个过往的人有3个人是去予演习着伤死亡的，因那罹难的印尼移工检测了后是确诊阳性的反应，死亡的原因还在调查。有家属都质疑讲，着火的所在伫咧2楼，是安怎袂当疏散去较悬的楼层？而且还佫听到警报讲是咧测试，耽误着会当撤离的时间。因为旅馆的业者处理了真无妥当，因那业者是表示，迄当阵着火的所在伫咧2楼，并毋是防疫旅馆的楼层，所以先安答应讲，警报是无细致去试着的。才会住伫防疫旅馆的住民，如果是隔离的对象，反倒会造成防疫空窗，才会要求因先踮伫咧房间内底。的动线等等，那这些救灾的指引，一定要充分的教育训练。陈总监表示，开设防疫旅馆的时阵，针对灾害发生爱安怎逃生，拢有相关的指引。若拄到火灾或者是灾害的警报，都要照顺序逃生。不过家属表示，若是因为考虑到防疫，要互居家隔离者走出去，就无排除会提出国赔的申请。记者综合报道。屏东Delta 变种病毒造成群聚感染事件，昨疫情指挥中心有推测讲，认为这个传播感染源的果子龙因翁仔某，可能甲某一位确诊者伫咧病院共一个空间，等待要互医生看时阵才来染病。不过帮了病院认为讲，这款的讲法有问题，而且出席有500多人 PCR 采检拢是阴性的，也认为讲这款的讲法对医护人员真无公平。屏东枋寮国小体检站透早也是真侪人排队，因用枋寮的果子龙疑似伫枋寮病院喂着病。枋寮3个体检站延长到7月初2，官府呼吁6月14到2日期间有去过病院的民众就来体检。枋寮病院也继续停止门诊。有比较安心，但是个人防疫还是先做好。我是在这边工作，但我要跟我的家人跟朋友想说，不要过度担心。事情过了，好像比较平安、比较安心的感觉。不能松懈啦。体检站最后一天，民众知影结果多数是阴性，有较安心。不过前一天，指挥中心判断讲，枋寮病院可能是果子龙翁仔某染着 Delta 变种病毒的所在，引起病院的不满。枋寮病院有高层认为，
果子龙的看守和秘鲁马孙啊，因为厝边迄个较近的阿嬷。两个人相交叉的时间是6月16，但是果子龙的看守是6月29才发病，其中63天，当讲两个人的行踪有相交叉，不过无直接的接触，而且等看病所在有别人拢无镜头，转病院的 PCR 结果也拢是阴性，所以认为感染源伫放疗病院，这是无啥公平。没有人讲你是感染人，所以我们先把访疗医院的人先来筛检。那而且 CDC 在5天内再筛检，而不是由他自己筛检。我们假设我们就是不想他是感染源，目前认定说有可能在那个地方感染到，那我们就尊重中央的他们现在疫调的结果。官府表示，无人愿意染病，也唔愿看到院内感染的发生，也无人直接讲放疗病院就是感染源。目前院内全面做体检，也是为着替病院证明伊唔是感染源，病院也唔免反应过头，也应该尊重中央的专业判断。记者综合报道。各位观众朋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由替咱观众朋友来整理各地头胃肠病情形。今仔日有增加57个本土病例，一个是境外带病入境的，也有10个人死亡。那讲到各县市病例部分，伫咧台北市有29例，这回变做是上界侪县市咯。伫新北市有15例，新竹县有4例，桃园和基隆拢是3例，台中也有2例，新竹市也有1例。台湾目前的总病例数已经超过14900例啊。虽然讲这疫情有愈来愈稳定，不过观众朋友也是千万唔通放冷。咱继续来看美国的消息，讲到这个美国送予咱台湾的莫德纳疫苗会分做2批来，头一批已经送来到咱台湾咯。伫咧第一批内面呢，有64万人已经发到地方的病院去。指挥中心也决定讲，7月初5会搁另外配送另外1批到病院。另外，对今仔开始入境的旅客拢爱做体检。指挥中心也讲，爱用这个机场的大厅，互民众来等待，而且爱保持社交距离。国内疫情渐渐缓和，为了提升注疫苗的比率甲速度，美国管的250万剂莫德纳疫苗，第一阶段106万剂是分2批来配送。7月初1已经先分配头一批64万3000剂予地方，予第1类至第8类优先注射的对象会当先注。观察各地注射的状况甲规划，指挥中心决议第2批会提早伫7月初5来配送。地方政府关切接续莫德纳疫苗的这个播发的部分我们也观察大家施打的计划跟那个施打的状况所以有提早，大家知道莫德纳的这个保存的温度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些解冻的时间，所以预计是7月5号去拨付。为了加强边境的防疫措施，指挥中心宣布，为7月初2开始，所有入境的旅客拢爱做3届的体检。嘛，互外界质疑讲采检的量源可能无够，而且等待采检的时间可能嘛会造成群聚的风险等等。针对这点，指挥中心表示，目前桃园机场逐天入境的人数差不多是200多人至1000多人不等。目前已经伫2个航站设置5个采检站，机场逐天拢会事先掌握过当天来台湾的班机的时间甲人数，先安排采检的计划。航班停靠的时候，T1 跟 T2 2个航厦也都有。前一天都会先看隔天航班的抵达时间、预报的数量，那去做规划。看起来以目前来讲，大概1周会使用到的次数到1到2次大量采检。陈总监强调讲，目前旅客入境的大厅未有其他接机的人员，敢若会有入境的旅客，若爱大量采检的时阵，会运用大厅的座位来扭开距离，让旅客伫舒适而且保持社交距离的情形之下来等待采检。记者综合报道。对今仔日的中昼开始会施行加强版本的边境防疫4大规定，这也包含入境就要做 PCR。一个采检，也个有这个隔离，也个有机场快筛。落尾呢，若阵隔离要刷进前，阁爱做一届 PCR 的检测。桃园机场透早也顺过一遍啊，确保讲这卡路无问题。真侪旅客也拢真赞同这款的做法，甚至讲这早就应该爱做啊。当天如果旅客量、班机量比较多的时候，我们互相去协调。透早桃园机场进行入境路线调整，最后确认落飞机了后路线甲平常时入境的模式同款。啊，毋过出海关到入境大厅，就用一进一出的模式到体检站，体检完了后，直接坐防疫车队到检疫地点。为了国人的健康，肯定的。你在中国大陆那边也有做入境普筛吗？入境一定普筛。
也是 PCR 普筛哈，全部都是。所以你觉得早就该做了是吗？早就该做了，现在做，如果早就该做，台湾就不会这样子了。针对中岛开始入境旅客全面体检，机场公司是正认真。总经理陈照平甲同事做最后检查，敢若是机场公司和动员超过60名人力协助，其他还有疾管署、航警局这人员。入境做 PCR 的筛检哦，那有助于国境的防疫，希望能够建立起一道国门的防线，那确保整个台湾的这个社区安全。那这个防线越紧密，那社区就越安全。桃园机场伫第一航厦甲第二航厦分别设5个采检室，确实当日有较侪航班甲旅客入境，也根据有报名单调整速度，消化更较侪采检数量。桃园市长郑文灿表示，守护国门是真辛苦的，爱互因加油，也呼吁中央赶紧完成机场人员100%疫苗注射率，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湘北基隆桃园的计程车运将。货运司机也有外送员，总共有99000多人，对今仔开始会当做疫苗咯。不过来做疫苗的人，今仔日看起来是灰灰啊。另外，伫台北的瑞湖高港是利用4楼的大礼堂，互民众来做疫苗，所以因为这个电梯不开放，对老大人是真不方便。打完针之后，这个地方不可以揉它，你手过来轻轻按着2分钟。医师先问病史，交代做疫苗爱注意的代志。所来由医护人员注射，3个人一组，一个接线，一个做疫苗，一个人平均差不多是2分钟至3分钟。民众资料都去观察区休困。这是台北市其中一个做疫苗站内湖高港，主要注射的对象是客停车的运将。抢那个残剂抢成那个样子，有资格打就赶快打好了。我没有不舒服，我有糖尿病，还有吃那个心脏的那个抗凝血剂，担心是会啊。可是这个莫德纳应该是还好，还是要打。早起报道的人数并无多，无像开放85岁以上做疫苗的时阵，遐尔侪人出现排队的人阵。虽然减少群聚的几率，不过来湖高港注射的地点是安排伫咧4楼的大礼堂，煞无开放电梯，互袂少民众批评讲，这对老大人甲行动不方便的人实在是无介利便。年纪大的我就不知道了，这边没电梯，那应该是没办法。不希望驾驶朋友搭电梯，是因为也担心群聚，那也密闭空间，那所以其实如果有行动不方便，其实也是有提供电梯的。另外，北大的外送员做疫苗的地点是安排伫咧设置大量降价分班，注射的情形10点早起进前，敢若有几十个人来做。我觉得打了比较安心啦，至少有一个保障。终于可以打了，我家人有打过了，不会有副作用。这边的点是外送平台跟一些物流业者，大概会打到6天左右。那预计大概有3000多位。公路总局表示，这届注射的对象包括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客停车的运将、汽车货运的业者、汽车路线货运业的司机，还有平台的外送员等等。为7月初2到17日期间，早起8点到下晡的5点开放注射，按算会甲99000多人做疫苗。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全国警戒是这个3级警戒施行到7月12，也因为国内疫情渐渐伫咧稳定，就人开始话讲，敢会当小放零一寡封锁规定咧。指挥中心表示讲，针对着餐厅、夜市啊，可能会使用人为制方式，店员也着爱加强健康的管控。民众手摕到食物，哪行哪踅，看卖还阁有啥物物件会当继续买。上北为5月15三级警戒以来，各大夜市都停业单，也毋过台北联合夜市已经宣布解封，也互各界关心餐饮夜市啥物时阵会当重新开放营业。对此，疫情指挥中心准备推出餐饮夜市管理指引。一个餐厅就等于是一个物理性的一个间隔，跟其他是没有间隔的，所以会对于内部基本上内部人员的一个管理跟监控。那当有案件发生的时候，那主要是对于餐厅内部的员工跟他的一个顾客，实名制的怎么样来做相关的一个联系，各个的市场或是在夜市的自治会里面，要建立好的一个名册跟联络的一个系统。但市长表示，餐厅夜市拢甲这有关系，餐厅内容一定需要落实每回做保持社交距离，清洁消毒也是必要的。大型的中餐可能会比较麻烦，我们都是整桌的，对不对？那你说要隔离的话，那要怎么上菜？为什么要用菜？本来如果可以一个餐厅可以服务50个人，现在把它降到25个人，那基本上很自然，你的那个人跟人的距离就拉开，也比较不容易有群聚，那也比较好管理。
另外，夜市甲市场的指引较强，一旦有一单发生状况，4个月的单位都爱隔离，会要求夜市自治会建立好名单甲联络系统，才会当及时隔离组织团部。已经1年多来的疫情实体通路已经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摊商也好，或者邀请摊商的2代来协助，让他们自己的产业来升级，然后在网络上也要多元的行销，然后。但市长强调，最近几个较大案，像北龙甲宽南市场，也拢开始做采检，屏东案也无偌大，对社会威胁也无遮尔大，疫情目前看起来是稳定。不过到底敢要降级，也是爱看整体疫情敢是会当掌握。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全国3级警戒是还未结束，不过观光景点煞有出现旅客伫遐。对立委表示讲，民众开始挡袂牢，认为中央应该要有应对的措施，来防止人数变多，而且可能会造成防疫空白。明明还未解封，合欢山保龄亭一天煞出现真一件民众无守规定，创起翕相的违规案例。道立委指出，3级警戒延长，未少人关袂牢，国际景点出现报复性出游潮。不过中央煞无单位统筹控管，对人流警示无采取任何措施。如果说这个人流的警示我们只是看媒体或者是这个实际的状况那并没有做好妥善的管制那甚至是横向沟通的联系上有所的误差那没有人去主责的话，我想这个部分都不是大家所乐见的回顾最近一摆发送的人流热点警示，立委邱新冠表示，已经是去年4月的代志。对人流警示提醒，细胞性质发送各部会是送来送去，甚受明确发送标准人流的限制。各支期进前民众应主动反映人流热点的1968 App 高公局为什么要将这项回报功能落架呢？它主要的功能是提供国道路网、行车路况资讯，还有影像资讯为主。所以后续如果要再提供人潮示警的这个功能，经由疫情指挥中心委托这个资料收集专责单位开发提供。这次防疫来说，它就是卫福部。它就是中央灾害业务主管机关，它可以针对它所全管的灾害发送这个灾防告警细胞广播的讯息，只有1次的发送效力。面对周末假期特别到会，交通部观光局也强调，为了避免各景点人上过济，已经伫网站公布人流热点，而且只要各地景点游客量达到50%，会依照指挥中心的规定发送区域型细胞简讯。不过警戒还未解除，除了公部门的提醒，民众防疫也袂当放定。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有个所在夜市也是带条件会当恢复营业，这互爱爬山的人心头是感觉真痒。目前3级警戒是到7月10日，真侪山屋伫警戒过后的拜6礼拜，拢已经封注文了啊。但当林管处表示讲，若阵3级警戒时间搁再延长，民创位也是会甲民众促销。南平山区嘉明湖，从疫情3级警戒了后，就暂停爬山。不过清洁人员也是定期去山区做清洁。无人的嘉明湖看就是真水。清洁人员发现讲，在一粒几叶坡的方面，或者湖水已经恢复到8分甜。那我今天的任务就是，过来拍摄一下嘉明湖的水况。跟大家做一个回报，这样。嘉明湖是国内真受欢迎的爬山景点之一，山区拢总有2个山屋，会当提供200顶眠床，予爬山的人住。不过疫情警戒期间是全部取消登山的活动，今嘛确诊的人数有较降低，有部分解除封锁的社会气氛，嘛有民众开始想要来爬山。台东林管处嘉明湖山屋的注文管制到7月12日，不过目前已经接到7月17甲18这2天，以第2级警戒规模开放70顶眠床，拢已经互注文了啊。目前看来，7月12、13，因为它是非假日，所以申请的人数并不多，都还是在个位数。那之后的假日，大概每一天都有200多人申请。台东林管处强调讲，在疫情的期间，爬山的活动都要遵照疫情指挥中心的指示。若是3级警戒无降级，也是无法度开放爬山。林管处嘛退钱，予已经注文山屋眠床的民众。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县已经是连续10天无出现病例了。县政府也宣布讲，7月初4要伫西里东南夜市要做一个解除封锁的示范区域。民众踅夜市的时阵，敢若会当早早袂当牵食。不过西里镇公所表示讲，县政府应该要遵照中央的指示，到7月10日，希望夜市是唔通开放。
婚姻馆连续10天拢无增加确诊病例。官府伫初一宣布，初4要伫西丽东南夜市做部分解封，实施骑马制缩小规模，民众西夜市敢若会当保证，袂当哪行哪车，带条件恢复夜市营业。不过民众的反应拢无共款。那我们也试图想要微解封啊，在这个部分我们在研拟哦。那我们也试图就是尝试希望在夜市微解封啊，但是我们要听取所有乡亲的一个反应了哈。那因为你只要微解封，它其实就会有人潮，那人潮其实它都会有一些防疫的要堪忧的地方。夜市管委会表示，过去逐个礼拜拢有400个大头仔伫遮做生意，本地初4要试办部分解封，开放150个摊位。不过消息一出来，在地民众拢真反对，目前敢若会当协调大头仔慢车恢复营业。市啊开了，成为破口，我嘛当然也市啊嘛承受袂起这种的责任啦。嘛是照中央的意思，就是讲，如果中央开放，咱才落去做安尼啦。中央都还袂讲要解除的，你即马就要用微解封来安尼，对着因大家拢足危险的。西丽镇公所表示，希望官府会当以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统一指示，等到7月12日，若准解除3级警戒，才来规划带条件开放。目前考虑到疫情，实在无赞成夜市即马就恢复营业。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全世界消息。欧盟伫7月初一宣布讲，要启动所谓疫苗护照，有27个新冠国家含4个欧洲国家拢会开始实行。不过，建议当着Delta变种病毒的吞打，敢会甲疫苗护照来冻点的，恐惊是个观察。摕所谓疫苗证明卡放互完扫，要按就当挂行李准备出境。欧盟伫初一宣布启用所谓疫苗证明，伫咧27个会员国家加4个相关欧洲国家。冰岛、挪威、瑞士甲列支敦士登之间旅行，会当免除隔离措施。Très simple d'utilisation, on s'est fait vacciner 2 doses. À la fin du vaccin, on a reçu un papier avec un flash code. On a ouvert l'application, on a flashé, puis du coup, ça a donné le pass. Il suffit juste d'avoir de la batterie ou le papier. Voilà. 根据法兰西历史报道，只有爱尔兰敢若是遭到网络的攻击，会延到7月19实施。欧盟疫苗护照的目的是要让欧盟的民众会当更加自由伫咧成员地区移动。这份护照会当显示体人是毋是自感染中恢复，伫这份的检测是毋是阴性，抑个是毋是做过欧盟批准的有效社，包括辉瑞、莫德纳、AZ 加交生。L'Italia è pronta, quindi i cittadini italiani che si sono vaccinati in Italia, che si sono testati in Italia o che sono guariti in Italia possono provare che sono in uno di questi stati con un nuovo sistema digitale. 因为源自印度的Delta变种病毒伫咧各地真紧地伫咧传开，欧盟提到讲有可能会触动紧急停止的条款，暂停这项措施。This is why we are proposing an emergency break, which allows member states to reintroduce measures also for people who have been vaccinated or have recovered. 其中，德国已经禁止所有来自葡萄牙的旅客入境，只有德国的公民会当入境。因为Delta变种病毒已经成为当地主流的病毒株，欧盟对此表示，应该避免伫咧欧盟内部实施旅游禁令，并且强调德国应该甲其他国家先参详。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进前伫咧美国佛州一栋楼仔厝向倒去，造成18人死亡。美国总统拜登初一日去到现场慰问罹难者的家属，而且向家属来挂保证，讲搜救头1个月费用会由联邦政府来负担。这个初一搜救行动的第8天，美国总统拜登甲夫人吉尔伫咧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倒去的大楼香布兰塔外口这座希望甲纪念场。拜登回想到迄当阵伊的牵手查某囝车祸死亡，验证2个后生重伤是毋是法度活来，讲伊当体会家属这摆的心情。There's still a possibility someone could be alive, someone could still be breathing. It just brought back so many memories. It's bad enough. It's bad enough to lose somebody, but the hard part, the really hard part, is to not know whether they're surviving or not. Just not have any idea.
马米达到郡的郡长卡话讲，官方正计划将规个建筑不能拆掉，因过因为对搜救任务的影响，爱正认真细致，方法也爱正确。拜登甲会州的官员见面时阵，听干部讲会全力倒三共搜救行动。To be able to pick up 100% of the cost for the county and the state over the first 30 days. 伫迄间官员评估讲，司法现场的结果正无稳定，而且有倒来危险，搜救行动是暂停。伫过15点钟了，尾暗恢复行动。到目前也无找到任何的生还者。拜登迄天除了甲家属见面，也为搜救人员加油。What you're doing now is just hard as hell. Do it even psychologically. I just wanted to say thank you. 因若即栋有40年的建筑物为什么会倒去，还阁伫咧调查。根据现场的情形，有结构问题、甲环境的影响，各种的情形拢有可能。6月30有消息就讲，有大户捌伫咧4月收到一张当地建筑协会的批，警告讲即栋建筑物的结构损害情形正严重。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伫咧进前，台积电甲鸿海有得到政府的授权，代表台湾向德国原厂买 BNT 疫苗了后，行政院伫昨也宣布讲成立租借基金会买疫苗专案。租借基金会表示感谢政府，也希望讲会当赶紧授权，互因去处理疫苗代志。也会参考现在台积电、鸿海、永龄基金会这样的一个先行的采购专案的经验跟做法。紧密接续的共同推动这一个捐赠专案。行政院正式宣布成立专案，协助租借基金会买疫苗送予政府。罗秉成表示，指挥中心6月28号邀请租借基金会执行长严博文交换意见，伊嘛代表行政院来出席。会议内底，大家是有共识要来合作。经过评估了，决定依照台积电、鸿海国英灵基金会模式，成立了租借的专案。对于一起来促成这件事情的话，大家都有高度的共识。那现在行政院当然是表示，主要是我们双方可以更紧密的、接续的来进行这些的合作的事项。到目前为止，一切都非常的顺利。指挥中心表示，即马一切真顺利，租借嘛对此来向蔡政府表示感谢，不过嘛希望加紧后续相关的流程。蔡总统的积极的支持，让我们这个案子可以顺利的往前。后续还要再继续努力，希望能够正式签署核准之际，可以正式购买疫苗，来尽早进口疫苗，来为台湾民众施打。另外，台积电还有鸿海英灵专案进度传出，德国政府来到协助上海学生有可能会来让步，台湾上近8月就会当取得疫苗。不过，陈时中对此也表示讲这问题真歹回答，只当公示大家期待。记者张志雄、谢振林、温家凯台北华联报道。中选会伫今日下晡要召开委员会议，讨论8月28公投敢要照常举行咧。在野党团拢是呼吁讲着要延期，而且有提案希望伫后礼拜修公投法，推动变更户口登记地投票。民进党团也支持公投着要延期，听候疫情稳定再来举办。即马疫情还阁伫咧滚价，8月28敢会如期举办公投。中选会初二下晡会召开委员会议来决定。因为公投法第23条，缅甸公民投票日定伫8月份第4个拜六，每2年举办一届，引发延期敢有法院依据的争议。在野党团即马拢呼吁，都要延后公投的日子，而且伫后礼拜召开临时会，提案要修公投法。民众党团主张公投延期办理，但是延期不宜过久哈。我们公开会召开临时会，来修改公投法等法规的工作，解决法律适用的问题。礼拜1下午，我们就会提出第10届第3会期的第2次临时会。我们的提案针对不在籍投票。国民党团会伫后礼拜1提案，伫7月初7召开临时会，讨论修法甲加入无在籍投票。民众党团嘛支持推动无在籍投票。因若民进党团是定调支持中选会延后举办公投，一直到疫情控制落来才办理投票，绝对不是挑工外处理。那这一次他们中选会还是也有来征询哈。那就我所知，中选会会是今天开会，下午会做一个决定。中选会表示，下晡会以疫情警戒的状况、甲可能的发展，还佫有宣布筹备的必要期程，甲各项重大因素，以疫情指挥中心的决定甲指引，就宣布的部分依法做检讨，决定了后才向各界来说明。记者综合报道。
正正有民众去山里爬山，煞造成意外，甚至造成火烧山。在去到民间团体含立委做伙来呼吁，就要调整山林教育，而且也要推动爬山的专法。山林大火一直咧炭烧，森林护管员煞咧开防火线，发生伫今年5月玉山森林大火。开12天的时间，总算甲拍花。行政院伫2019年提出向山致敬的政策，不过民众伫经验知识无够的情况下，不幸的代志常常来发生。他们都是很资深、很有经验的一些登山者、登山客，但是他有这个生活的知识技术。如果没有这样像过去传统这样好好的学习，我们的很多观念、很多精神、很多价值没有办法进来。最近5年来，平均逐年都发生40-50件的森林大火。今年无加5月玉山大火，就已经累积有64件。不过5月这场大火，伊炭烧的面积是过去10年森林大火的3成，损失更加是过去10年来累积起来总金额的2.5倍。2020年有超过29万人入去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区，这比2019年增加32%。大个国家公园的这个山岳事件嘛加较侪，显示民众的山岳教育还有知识还是无够。不管是用登山专法，或者是跟用火有关的这些伦理，怎么样去跟这些法令做修正，或者原住民传统领域里面的这个生活权产业化，大概是未来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管是登山想协作。采用这个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这样的方式来办理。那我们预计下个礼拜提出民事诉讼相关的这些资料，合理还有这个安全的这个用火我想这个也是日后我们必须要来这个教育民众、教育山友。民众党召开记者会，要求针对5月玉山森林大火的事件，都要紧的来行动，主动对造成大火 NCC 专为车的人来做检考押。同时嘛，希望讲主管机关会当定性来关注山林教育，还有用火教育，而且还要来推设登山专法，安尼才会当根本来彻底解决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批发市场发生群聚感染事件，政府民间团体表示讲，每天差不多有10万只的鸡鸭会对中南部送来到北部，可能会造成禽流感病毒一直变种，也就要避免人甲动物会互相传染。因也呼吁政府就要赶紧成立专案小组，禁止活体鸡鸭交易。每天拢有10几万只鸡鸭，前一个铁笼内面自中南部再到湘北的家禽市场台。动物团体担心，这种落后的活体教育制度会增加禽流感病毒传播加定组的风险，恐吓将这连续共同疾病的浪胖。每一天，他们都会去收来自中南部各地不同的牧场，然后把这些家禽大混杂，带着他们各自不同牧场的这些病毒细菌。然后接下来就混杂在这边在一起。禽流感的病毒呢，其实它不断的到现在还是一直在变异。那中国大陆今年就不断的出现2个新的病毒株它一直在变异。新冠病毒侵袭全世界，动物团体提醒讲，人着共同的禽流感也要注意。敢若是今年顶半年，台湾已经有42000多只家禽因为禽流感被扑杀。台北市越南家禽批发市场加新北市泰山的家禽运销合作社，一年差不多刣4000万只家禽，验过环境真歹。湘北市府不想要将2个市场合并，转型成做现代化的屠宰场，验过无实际的进展。台北市官员伫早起讲，会规划中长期的目标，推动冷链改做刣好才卖的导体买卖。禽肉的需求还有，所以我们5年内的话，就是说希望看看公司有没有规划说采行让活禽进场后，直接先屠宰再去做。再用屠体去做交易。长期的话，我们目前是暂定一个10年，就是说10年以后，让本市批发市场就是成为屠体交易中心，那就是没有活禽再进来。动物团队也希望农委会应该赶紧成立专案小组，废止活禽交易制度。农委会回应讲，会阁再邀请湘北市市政府共同来研究安怎加速转型。记者综合报道。
一位青春年少的消防人员陈志环，在中华的交友大楼火灾当中不幸来往生。伊这发生事故前因效果甲公司的电视剧火神的目屎，剧情是3,000场。伊正做一个消防人员，伊的小妹也是做技销。小妹就日语讲，为怎样会放因阿兄一个人伫火场内面咧？嘛希望各界就要重视基层的消防人员。消防员拍火体力的付出真大，若是贴嘛。规面互烟熏甲乌麻麻，也只敢若会当坐伫咧路边小可休困一下尔。因为因知影，因家死神的比赛若是输，可能有真侪掉伫咧火场内面宝贵的性命就安尼消失。因为我有参加义消，他也有参加，结果毕业后了，觉得那个消防不错，他鼓励他去考。孙这个消防员陈志环的这位兄弟，也伫网络抗伊所翕的救灾画面，并且伫咧底卡的讲伊的心声，讲就算毋是直接为血亲，伊拢会人感受心中的痛。因这位兄弟就是靠着对邻里社区的热心，才学因老爸做消防员。每一遍铃若响，穿规所的设备派上出桶，心情是真复杂。伫灾害现场，大家叫因拍火影响，毋过因想要讲的是。装备的震动比袂着心情的震动，虽然伊成为消防员回应，毋过其实无想要做影响，只敢若想要平安的返去厝的。这边消防员陈志环顺入火场，情形袂输敢若是电视剧《火神的目屎》。同款是二小的小妹质疑讲，因大兄冲入去火场救人，指挥官哪会当放伊一个人？伊伫咧浴缸内面争取最后机会时阵，伫咧绝望中离开。基层消防员的安全甲环境。总是伫咧意外发生了，结果再一遍重新检讨甲重视。徛伫咧第一线因想要问讲，敢有价值？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外送人员，目前算是伫咧第7类的主疫苗对象。对6月30下晡开始，北部地区的外送员就能收到主疫苗通知。不过伫咧台南的煞有人收到啊，就人怀疑讲这名单恐惊是有问题。提出6月30收到的信息，通知会使来做疫苗啊。公路总局讲，目前疫苗是先分配予双北市、基隆、桃园的外送员。也毋过，全国外送产业工会讲，伫外送员的群组内底，有传出南部的Uber Eats外送员嘛收到信息，大家伫咧质疑疫苗注册是毋是有问题？我有听讲有一寡台南的外送员嘛有收到讲，拍疫苗的通知啦。但是我嘛唔知讲这是真的还是假。他是说他有可能是不是之前是在那边外送，然后后来他回去中南部。针对名单可能有错误的部分，记者伫发稿进前是也未得到Uber Eats的回应。苏碧豪讲，虽讲大家拢真欢喜会使来做疫苗，不过目前也是有北部的外送员也未收到会使做疫苗的信息。Uber Eats目前是较侪啦，Foodpanda可能要等较尾啊。即几工才阁看罢来，目前拢还未收到。为公布到即摆吼，拢无甲外送员讲到底安怎做名册，有啥物标准会当写入去名册内底。即中间拢无甲阮参详过，我感觉说这是较无理想啦。我们大概就是会看一下那个疫苗的一些相关的那个剂量的部分，然后来做。那个先后顺序就是会慢慢的再来安排啦。他先给我一些相关的优先名单嘛，那我可能就是我疫苗的数的部分，然后就是看这些几个平台的这些业者部分，然后就是会去分配它的相关的比例嘛。副片他讲，因名单是真早就送予交通部，内底有开始做外送工作的时间等等资料，详细会使做疫苗的名单甲时间，拢是由交通部甲 CDC 来决定的。记者郭碧君、郑派文台北报道。文化部的艺文纾困已经开始申请啊，不过所有艺文工作者反映讲，因有真侪人因为这个工课关系，投保伫职业工会，互劳保局自动来做事劳工，要申请文化部的纾困，煞去互人退件，希望相关单位会当赶紧来解决。计程车行业都可以补到3万块，你说那些餐饮业，他还可以做外卖，我们是什么都没有办法有收入的来源。每当演出无收入，艺文工作者、剧团演员等咧过寒冬。虽然政府才公布艺文纾困补助，不过有人向文化部请纾困，说防退件。大部分90%，阮的劳健保拢投伫底，拢投伫工会较济，拢投伫工会较济，拢在工会，所以被认定什么？被认定是劳工啊，起名熊家阿姨啊，
你要叫伊做身负动作，真的非常困难。因为即摆劳工个人纾困有1万到3万，爱照资格来审查。基本纾困是直接发3万，若是已经投入创造的经费，上悬通申请6万，补贴较济。但是劳动部伫进前发放予自营工作者补助时，就先用系统比对全台各职业工会，筛选出185人符合资格，其中包括伫工会的基本人数。不过因根本也未申请劳工纾困，嘛无领到补助，即马刷卡伫遮。我们的数量很大，因为有185万。那另外其次就是说，我们有一少部分，比如说跟文化部、跟公路总局、跟那个观光局等等有一些重叠的部分，可能是作业面的这个部分不应该再由当事人在各个机关去跑。我想这个问题其实已经解决。对基本工作者的定情，文化部甲劳保局表示，若因有身份封锁掉的部分，会当各向承办单位来申请审查，只要电话就会当完成，嘛会赶紧下单位来协调，解决天数上的问题。记者陈亚文调随参报道。屏东的邦山受到疫情影响，遐个山野是销袂出去。后来透过正人界斗相共甲农会买真侪山野，事实上有一寡规模较细果子农，因为袂晓行销无用网络，即届销量是真凄惨。你讲钓鱼啊，钓落哇，因为钓，伊就是挽袂去嘛。规山坪果子树的山野已经大粒，果子农线袂富满。这位住邦山的赖姓果子农，因为一家伙仔5个人，有3个人咧隔离，剩伊个上细汉的查某囝，这一架外的果子园只好转交予伊一个人采收。自己一个人采啊，自己一个人这样子啊，因为现在你要请工人帮忙的话也不好请啊，人家不敢来啊。啊，还好是有我好朋友，没有他上来帮忙我。唔若请无工，即马嘛无人敢来收山野。邦山有困难的果子农唔若伊，真侪小农厝内甲仓库嘛满满拢是山野，还袂出货。进前阁家加帮买邦山山野，农会订单全满啊！大家叫是邦山山野拢卖了啊！其实有小农高算一直到7月底，因阁有3000外箱的山野无人买。枋山啊、春日啊、狮子乡啊。现在啊，还是有很多果农的芒果都是盛产期，还在大采收。我们发现，我们的孩子很多家里都是果农，都是小农。那家里的因为受疫情影响，经济上都有很大的打击。因为真侪果农无通路，屏东资费医专的老师做一季买50箱山野，学校嘛呼吁校友甲各界做伙来支持袂晓行销的小农甲老农，嘛支持屏东山野。记者陈嘉文、赖伟做屏东报道。实行三级警戒到达已经1个月过啊，部分的民众因为生活经济拢受到影响。花莲县政府特别启动暖心食堂，号召有爱心的店家来加入，帮助足侪民众渡过难关。为帮助受疫情影响、生活困难的民众渡过难关，花莲县府暖心食堂为7日开始发餐券，来领取的民众大部分失业，拢真感谢政府斗相共。没有工作，没有子女，所以你现在3餐都有问题。本来就有问题，但是做手术也是要分期也没付。工作方面啊，然后收入、生活上很多种种不方便的地方，都有受到影响。只要涉及在花莲无领进好纾困方案，也无申请到厝学生参观，或者是申请过食物银行拢用领，一人一摆用领2公分。黄色早餐60块，红色中昼甲暗顿80块。第一波呢，我们是预计要发出4500张，然后呢，我们已经在追加了，已经登录的厂商目前有42家，那还在持续增加中。愿意配合的店头，伫门口打暖心食堂标章，参观免找钱换现金，也免换分酒。做一下爱心，尽一份自己微薄的力量，帮助一下大家的弱势家庭，一起渡过难关。申请爱心参观地点是13乡镇户政事务所，行动不方便的乡亲应由村里长带领。县府呼吁应有各个店头加入暖心食堂，县府会另外通知结算。记者综合报道。假期期内学校开放校园空间，让囡仔来借册，要增加借册时间甲数量，让学生囡仔伫咧休热期间踮厝里学习。学生抱着册，家己伫柜台来办理借册手续。学校开始来休热。
家己市阁需要鼓励学生休热期间会当提悬借册数量甲时间，配合防疫伫厝加看册。安全考量是最重要，重要的是，难得一次可以借到10本，因为平常孩子的没有办法借到这么多册。现在就是疫情很严重，所以说是要分开这样，是不是？那你打算要借几本？10本。配合防疫的要求，室内空间袂当超过5个人。学校运用目前注疫苗的方式来甲学生做分流，透过电子化的设备，学生家己就会当来借册行册。跟这个余美定式的打法是很类似的，所以加大了距离，也加快了速度，所以在这个防疫的期间是更安全的一个借阅方式。市政府教育处表示，市内学校拢有用家己的空间安排学生来学校的图书馆借册。有家长嘛表示，已经开始休热，分流的方式，互因带囡仔来比较较安心，而且册一届会当借2个月，唔那方便，嘛互囡仔会当好好来看。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法国影集《野生罗平》的男主角是找一个黑人演员来扮，煞造成大轰动。今年推出第2部嘛，真抢戏啊！ If you touch my son, I'll kill you. 野生罗平第2部为男主角飞车小将，创起古堡救出互人绑票的后生开场。凯撒奖影帝欧马斯演活地用相传的现代罗宾野生迪奥，率先入死保护所爱人，面对权贵收家步步进兵，身份别跟警方对峙，爱找出证据还击为一个5年前冤死的老爸，实情名声搁报仇。高明的贵重式精密的超前部署，紧张悬疑，互人真爱看。 Cet homme, vous le connaissez? Il s'appelle Hassan Diop. 法国有名作家卢布朗的经典作品《怪盗野生罗平》，贯穿剧中主角野生3代背景情，危急时刻爱安怎做，起着暗会拢伫其中，以现代巴黎做背景，结合推理甲学习的笑亏。今年初第1部伫全球第1个月就创下 Netflix 史上第1冠的纪录，佮意外互原著小说大卖。 互囡仔甘愿将手机放落来，摕册本读甲津津有味。怪盗角色真做出身真假北非黑人移民，拍破小说当中白人罗平的刻板印象，也巧妙显示种族甲阶级的议题。 On va dire le niveau social d'en dessous et il en profite lui pour être invisible et faire ce qu'il a à faire. Je trouve ça assez malin. 第站罗岗永远互人藐视，无人用分辨黑人清洁工送会员的面容。黑男主角每一摆拢能顺利逃脱。不过，种族社会议题点到为止是非善恶对决，才是重点。为民重视呈现巴黎面貌，带观众看古迹博物馆到上流社交场合，也搁伫提供车顶在地生活，甚至地下古堡通道小将。第2部拍到权贵犯罪了后，也袂当安心。 Netflix 已经续订第3部，按算伫今年伫线顶放送。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辑。下晡晡天气变化，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对30度到36度，中部地区对29度到33度。 南部地区对29度到34度，东部地区对30度到33度，外岛地区对27度到32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暗时7点咱再相会。